来开工，快乐真轻松。面对上界红，欢喜过一天。欢喜过一天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台语补破网的节目。我是曾文良，曾文良就是我，我的名叫曾文良。德卡台语好思想，鼓励大家来欣赏，传承智慧通分享。小宝歌曲是咱台湾的宝贝，出嘴先歌来小宝，要找这款世界无啊，大家来学真正好。咱宜兰是一个好所在啊，咱有真济的地名嘛真趣味。咱今日有请两个少年的阿姨啊，是咱台湾的国宝啊，咱要小解宜兰真济地名的小宝歌，互大家听。欢迎大家对我来啦，请了。宜兰风景真正好，清水公园东山河，文化美观中环保，好山好水也好佚佗。宜兰名山有三宝，胆肝也想金做糕。海产好食人学乐，生活木实啦环境好。温泉冷泉旧山岛，天然美景别类无。五方瀑布日良好，请恁大家啊来佚佗。哎，主持人好！哇，两位这么水的阿姨啊，你拄则听到恁伫唱歌吼，宜兰风景真正好，青山绿水好佚佗。今日来到这，看到这两位水姑娘啊吼，咱今日要来听看因唱这么好的歌声啊，咱先自我绍介一下，这位是黄成才。大家好，我叫做阿米。这位是咱的陆桂香。大家好，我叫做桂香。今仔来到这是咱打起的五峰基卡，咱拄则嘛听到两位阿姨伫唱足好听的小步歌，不过因是用歌戏调落去唱。请问阿姨啊，咱普通这种小步歌有小步调通唱拄则恁唱的，唔知是用什么调落去唱这个小步歌呢？这个三步歌的音是在人唱的啦，出嘴先歌就出去啊。嘛有平音的，嘛有小步音的，嘛有低音、关音，拢总有啊。逐项的迄个歌声拢通套曲落去唱吼。咱宜兰是歌戏的故乡，小步歌曲台湾宝，因出嘴就有歌通小解这个风景地名，逐项物件拢会当入歌落去唱。咱今仔就要好好听两位水姑娘来唱这个小步歌，小解互大家听。刷落来，咱有啥物歌要介绍咱宜兰的地名、好山好水的物件，唱互大家听。啥人要来先来呢？无我先来唱一个迄个大溪好所在。大溪好所在，确实好所在吼。咱这有温泉用菜，嘛有真济好食的物件。来，请阿姨啊唱看卖，来，请了。实在好所在，地方建设啦，大家来安居乐业，通人知，男女老幼笑嗨嗨。大家出名五峰基。
青山绿水满满是，风景真好，大家欢喜。大家来这大赚钱。大溪出名有阮泉乡，好山好水啊，好风光，地灵人杰，好啊风景，亲像人间的仙境。大溪出名有阮泉地。泉水清清真好洗，洗好皮肤又个白，大家来洗拢来洗。头城过了到大溪，大溪温泉离馆济。游山玩水，请来下，泉水真水呀，人人迷。大溪名山有三宝，青菜菜粿加金枣，口味啊真好，人人学乐。请恁大家啊来佚佗，大溪出名关帝君啊，海口出有花粉船啊，甲恁一人大一轮啊，今日。来这工君啊，大溪出名地君庙啊，茶城有客家做桥，趁有钱银着报销啊，双手捧金满庙烧。阿姨啊。咱今仔唱的吼，有一寡小报歌的迄个介绍地名的吼，譬如讲大溪风光，恁就会讲真侪物件。啊，这咧恁拄头也是安怎会去甲编这条歌，是毋是甲大家小小解一下？哦，迄就是讲，阮两个安尼伫搭喙鼓的时吼，伊就讲即个地号名，尔对方嘛是甲即个地号名甲编起来，两个就是安尼对答安尼唱啦。哦，所以咱嘛有讲到大溪，嘛有讲到头城，还有宜兰真侪特色的物件，吼温泉、冷泉、龟山岛，拢会当编落歌词。所以恁不管看到啥物物件，拢当甲刷入来歌词了后编出来，每一句拢会押韵的，吼，所以这非常的无简单。你甲看，随唱出来，要搁甲编作歌，还搁有押韵，所以这种的难度，我讲非常的难定。水银开花白泡泡啊，树毋开花人看无啊，招你三宝好毋好啊？后日啊！才带你来佚佗啊！水银开花白影影，布匹啊开花满山坪，招阮小宝爱有影，毋通互阮流空行。水银开花白莲雾啊，乌叶滴水生明珠啊，阮厝爸母有欢呼啊，欢呼三宝啊无认输啊。水银开花白泡
抱啊，树毋开花，人看无。一丛红蝶小白好啊，第一青拍迎绕头。一丛好花在关山，开到两蕊好摆单。万花袂着惊人看，闻着花味通心肝。树叶低头在溪沟。袂看风景在轮头，两人相好好甲老，毋通有头无尾梢。来叶靠风伴天飞，圆仔靠风西山花。当边的人咬讲话，讲咱身边有交陪。竹笋葡萄目瓜，移山倒海含梨花。牛仔甲过花袂山。可比冰甲叹梅花。哇，咱拄则听到的是小步调，这是伫山顶满地的时阵，你有听到因的声音哦，唱出来遐尼好听。这山唱过迄边山哦，因安尼伫对步的时阵，因迄当阵的声音是会当这边山唱到迄边山去。咱今日来到这耳孔真正是一种享受。咱的小步歌毋那是。小步调会当唱，拄则咱听到两位阿姨啊用歌戏调，伊嘛通唱出足快乐的歌声。啊，请问阿姨啊吼，这个歌词恁是安怎来编的？是毋是会当甲观众朋友做一个小解一个？哦，阮是迄落较早少年的时吼，啊，拢伫满地吼，啊，就是讲应该拢无即个电视甲即个尔迄落电唱机，啊，为着即个做工课的时间吼。按两个安尼来搭喙鼓吼，比较较快乐，这时间较快过。就是一个唱过来，一个唱过去，安尼就讲好做三步安尼啦。这个音无一定的啦，都出在伊看伊要唱什么音，也是要换什么音安尼吼唱，反正讲安尼有介意听的。对方唱啥，伊就甲搭啥去。咱传统的这个士大人吼，伊拢真贤唱出个小步歌。拄则伊有讲到吼，咱依然是歌戏的故乡不管是本地歌啊，也是歌戏的戏曲，也是讲拄则讲的小步调，因拢会当伫生活当中变换无共款的曲调，呈现小步歌的水吼。坐伫我边仔这个是阿蜜姊啊吼。伊的歌声嘛真好听咧，阿蜜姊啊，你以早这个小步歌是安怎学来？步歌吼，细汉时吼，一点仔甲阮妈妈学的啦。哦，甲妈妈学。迄当初是学无济啦，是。就出来伫遐上班食土咯，搁后来，佮阮阿舅小妹啊吼，两个人互相配合来。恁大是住做伙啊？阮住做伙，阮两个是住对面，互相的。安尼吼，好朋友，好姐妹。厝边隔壁嘛，拢会当互相学习。对老母嘛，捌学一寡迄个小步歌。捌上山去满地无？捌，阮较早，阮伫南部住南投，阮头种地。哦，所以南投遐地嘛真出名。真出名，嘿。是。所以小步歌有当时是满地的时阵，伊伫做工课的时阵嘛会甲即个小步歌，一面做工课，一面满地。唱出这个小步歌，嘛是生活的娱乐，嘛是一种足大的享受。因会当出嘴唱歌，这种小步歌实在非常的难得。要搁现场有法度编歌，敢若做诗7步成诗共款。因行7步，才有法度吟一条诗出来。不过我看恁两个有当时伫对的时阵，免想就随他接过来吼。
啊，这比造势搁较厉害呢。啊，所以我一直感觉咱传统的小步歌是咱台湾的宝贝，嘛希望大家有机会加来了解咱小步歌的精华，遮尔水气的声音，吼啊，咱有当时啊小解了无讲解好，啊，我嘛毋是职业的主持人，啊，咱真希望讲，观众朋友有机会的话。加来听两位阿姨啊来唱这个小步歌，啊，咱会晓唱的嘛，斗阵来继续甲这个传统的台湾的宝贝继续甲流传落去。日月星歌照东林。烟花富贵自普分，寿办事行早那运，免作轮回路成人。观音贴做卡大莲，现在连理摆两边。有君有笑，才袂闲，无烦无恼多少年。吼，讲到劝善的，恁拄则有唱真侪劝善的歌吼。啊，这个劝善的，恁是啥物时阵会去劝人做好代志安尼？这就是讲吼，阮即马有会啊吼。啊，敢讲吼，啊用吼，啊，拢是想一寡讲安尼来劝善人安尼吼，啊，好安尼社会较平静、较好过安尼啦。哇，时间咻一下就过去啊！今仔日听到遮尔好听的歌声，啊，实在真唔甘走咧。咱讲现代宝歌真是行，唱出你我的心声，认真打拼做好囝。疼惜台湾同齐行，咱因为今仔日时间的关系，咱上尾啊，搁听恁唱一条歌，咱的时间就要做一个结束啊！哦，来，咱是毋是一条收尾的歌，同齐来唱看卖，好不好？来。日头大东，月大西呀，日头落山，月起来呀。报歌到这，要切拜呀，要听后摆才过来哦。后摆再过来啊！哦，咱欢迎大家后礼拜再见，再会。再见。轻松，面对上界啊，欢喜过一天。欢喜过一天。阿爸，你看，迄边迄是毋是龟山岛？是啦，真水咧。哎呦，嘿啊，会当比看了，嘿遮伫头城，看甲苏去，看个数。规拽海岸线，嘿，这个咱叫做宜兰湾。宜兰湾哦。哟，哦，今日带你来宜兰佚佗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台语播破网搭喙鼓这个单元，我是杨文通，我是李成文。阿爸，啊拄啊你吼带我来遮，行迄个石湾18怪，你知无？甲我害到安尼吼，头晕目暗，强要吐。啊，甲遮是啥物所在？咱遮咧同好的所在，嘿，看宜兰，我看照会到。看宜兰，佮看照会着。哟，啊是要学啥？
啊，学这地名啦。地名就是地名，啊，佫有啥物好学啦？啊，你若敢知影，咱遮徛是啥地名，你知哦？知哦，我看卖者。嘿，阿爸，石牌啊对无？哦，你还佫有捌石牌啊吼？是啦。哇，安尼咧，阿爸这查某囝咧嘛算真牛。你是啊石牌啊遮，你知影是送你管的这地头，你知毋知啊？送得管。有啊。我较知影讲吼，石牌啊是一个界线。哦。哦，迄边过去吼，就是台北啦。啊，若这边过去，就是咱宜兰的头城。安尼讲毋对毋对吼？哦，所以讲咧，你脚踏沙地，你什么地就爱咧知影啥名。哦，是。人讲咧大船要入港吼，嘛爱看啥旗咧？你插什么旗？你要入台湾港，你就爱挂台湾的旗啊。啊，若插国旗咧？讲咧咧是咧，你嘛插唔着旗，人就无你入来。哦，是安尼哦，好啦，我了解。啊，佫有无？所以讲咧，人讲咧，入山看山势，看山势。入门看人意。哦。啊，要脚踏沙地，你地名都爱记。哦，拢爱了解哦。对咯，所以今日咧要带你来看宜兰的各所在地名。哦，你我了解。阿爸，无你甲我讲看卖一个啊。好啦，我嘛伫头城咧开始讲起吼，原来这地名你捌啊？我捌。头城。头城。对啊，哪有做头城咧？嘿，阿爸，我有看咧电视，你知无？嘛捌在咧道理。我会记哩吼，为什么叫头城？是较早吼53开咱第一城。哦。啊，那第二城就是二城咯。哦，安尼就是头城，再到二城吼。嘿。啊，佫真济咧，宜兰的地名吼，咱讲袂完的。既然有头，无咱就用头。头。嘿，头城就是头嘛吼。嘿。咱来讲一个地名，看宜兰的有偌济地方咧，用这头来命名的。啊，佫有用头做地名哦。有哦。无我想看卖有啥吼？有鼻头。哦，鼻头。鼻头对无？你想到鼻头哦，过来。啊，佫有牛车头。哦，毋对无？鹿头。啊，牛鹿头哟。牛鹿头。我知影啦，你讲车鹿头啦。哎呦，阿爸，我就是吼讲甲袂好嘛。你是讲准头是毋是真有名？真有名。对啊。我听过啊。啊，佫有啥？佫有啥？蛇头啦。蛇头，哦，所以讲咧，用头来命名的，是有够济哩啦。真济哦。啊，敢有用马号名咧？用马哦，你就知影讲收头就是收到马。系啊。有，宜兰的嘛有用马号名的。但是吼，阿爸咧要先甲你考试一下。你咧甲我考试？做这味菜，互你摇。啊。你较摇会着，嘛摇会着咧。阿爸才甲你讲，用马的地名到底有偌济哦。好啦好啦，无阿爸，你讲来做参考，好无？安尼吼。系啊。我讲一句。吼，较早人咧读册讲，甲人讲咧吼，对，讲人不寒是物外骄，人不安物外扰。啊，要要啥？这两字你毋知有个掠着重点嘛无啊？重点。人不寒物外骄，人不安物外扰。骄扰，骄扰这两字吼，嘿，你就给